Hello，大家好啊！我係陳我為 Steven 啊，歡迎收睇呢一集嘅賽馬分圍喎。今次就特別啲嚇，同大家睇咧係禮拜四跑馬嚇，禮拜四而且係全泥嘅賽事啊 ，total 8場嘅賽事啊。先同大家講講咧呢一個全泥夜咧究竟邊個馬房係特別可以關注咧？我就同大家揀咗咧係羅富全馬房喎。羅富全呢一晚咧就喺8場賽事裏頭咧係出8匹嘅8匹馬，第4場冇馬出嘅，咁但係第8場出2匹噃。我建議咧，大家可以留意3匹馬分別就係2場5班1200米泥地周俊樂嗰匹南區王3場1200米泥地就係田泰安嗰匹五福星，仲有咧就係7場1200米泥地就係潘明輝嗰匹嘅天天灑落。先睇第2場啦，第2場係個5班1200米嚟嘅咁我會揀咧就係3號嘅大番薯同埋咧11號嘅南區王。咁先講咗隻3號嘅大番薯先啦霍宏星同埋廖康明嘅配搭成日都話呢個騎練咧上季就旺到今季嘅啦今季咧暫時已經交出咗2個 win 4亞5季嘅成績出嚟，同時呢匹馬咧亦都喺1200米泥地裏頭咧相當有證明包括喺9月28號045場次當其時咧係一個10萬嘅泥地配搭霍宏星一直都係領前放頭嘅跑法最終咧跑咗個第3翻嚟，就輸咗俾伶俐標區啦，同埋東方寶寶嘅後來上一仗咧喺10月12號咧就057場次就輸咗個第4雖然都近㗎第4啫咁但係個情況咧就係咧嗰仗咧係升咗班上嚟4班咁你即管係咪當佢4班唔係咁夠跑咧？今次又落翻嚟5班啦今次咧我哋再一次配搭翻霍宏星因為上仗敗仗咧配搭巴道嘅咁所以咧人馬有翻證明同情同班都係有翻證明咁所以呢匹大番薯咧一定要至於頭先講過羅富全嘅出馬咧，當然值得關注就係11號嘅南區王周俊樂配搭羅富全，今季暫時交出1個 win 1個 R。呢匹馬咧喺同績咧更多證明添噃，包括贏嗰仗3月26號夜馬537場次泥地，咁當其時咧就好地泥地配搭艾少禮就贏咗嘅。再上一仗咧喺2月12號夜馬419場次嗰一次咧就已經咧由潘明輝咧上名跑第2，輸俾標之多多呢匹咧泥地好擅長嘅馬。換言之咧5班同情咧佢已經係有 win 有 pay 㗎啦周俊樂今季手風順薄嚟到而家為止咧2成8嘅上名率情況，咁所以咧呢匹馬咧又要重新關注2場5班1200米，再一次推介俾大家係3號嘅大番薯配搭11號嘅南區王好啦，咁頭先話齋第3場賽事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喎噃，我個選馬咧就係6號嘅五福星同埋咧10號嘅良區好友就先選咧10號良區好友黃寶妮同埋文家良嘅配搭成日都話黃寶妮咧除咗幫師傅何言之外咧，更加幫文家良馬房今季咧暫時騎練就已經交出咗2個 win 1個季軍㗎啦。咁同時呢匹良區好友咧，其實咧就係由咧黃寶妮咧為佢喺泥地1002同績咧開齋嘅。咁分別咧就喺24年9月058場次啦，同埋同年嘅12月302場次咧，2場都係4班同情。
兩場都係由黃寶嚟去勝出嘅。就回跑翻咧佢嘅首本路程啊，泥地1200又係4班啊，佢4班已經贏過2次㗎啦。再重配翻贏馬嘅人選嚇黃寶嚟，黃寶嚟咧今季嘅表現咧亦都係理想噃嚇，得到改善啦嚇，嚟緊仲可以跑谷草添啊，咁啊多啲去關注下阿妹啦嚇，咁呢匹良區好友係要嘅。另外一匹要嘅咧就係6號嘅五福星啦。五福星就係田泰安同埋羅富全嘅配搭，就跑過3檔啦。今季咧暫時騎練就暫未交收嚇。咁不過咧你就要留意啦嚇。咁呢匹馬咧喺5班咧相當之多證明噃嚇。咁包括喺7月5號啦，上季差唔多季尾嘅時候啦，809場次配搭田泰安啊。咁田泰安咧就為呢匹馬咧勝出咗5班係嗰場大熱勝出添。咁當然啦，田泰安咧相信咧喺嗰個策騎嘅功夫上面啦就勝一籌，加上同匹馬咧就4班5班都相當有績喎。咁所以今次回配田泰安又攞個好檔咧，應該要重新關注呢匹6號嘅五福星啊！重複一次啦，呢一場4班1200米第3場嘅賽事我嘅選馬咧就係10號嘅良區好友，同埋咧6號嘅五福星啊。好啊，咁貼士係咁多啦祝大家到時贏多啲咯噃，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